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死刑实现了后，法务部第一届来执行着死刑。这个死刑犯黄仁凯，经过法务部长郑明谦签准了后，昨暝已经甲枪杀。法务部讲，因为最高检察署认为黄仁凯手段粗残，所犯的罪是最严重之罪，而且合议庭的法官嘛拢一致决甲判死。讲这是经过严格谨慎的审理，认为伊符合着实现了后死刑的标准。啊，讲要枪杀进前，司改会甲废死团体紧急向最高检察署提出着非常上诉，也毋过拢逢快速来驳回。昨暝现场一声庆声，代表台湾国执行死刑的庆决，而顶摆已经5档案。杀人犯黄仁凯嘛成为死刑释宪后头一位伏法的死刑犯。法庭参拜员地藏王菩萨准备要庆决，本来是暗时9点要执行，一直等到10点02分才完成。敢若是甲司改会废死团体紧急向最高检提出非常上诉有关系。防性的死刑犯是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的一个犯行哈，那手段非常的一个凶残，恶性严重至极。不可能预先预判执行的时间点会在哪个时间执行，所以整个执行是完全依照执行检察官就受刑人的相关的执行程序进行。那对接在哪里？为什么要找对接？交往2年没有话要对女朋友说吗？黄仁凯12年前杀害前女朋友甲因老母，2017年被判死刑，确定释宪后捌好外界质疑。昨个执行行动拍破实质废死的公犯，最高检察署经过评估了后，认为黄仁凯犯罪情节属于上严重的，而且各级的法院合议庭拢一致决判死。另外嘛，无精神障碍状况，最高检拍回非常上诉，符合释宪后死刑的标准。从小又没有很好的家庭教育。以至于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对处理一切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啊，还有金钱的一个责任的问题，被人神共愤的一个死刑犯。捌辅导黄仁凯教会书嘛讲，伊不断将伊行为合理化，完全无悔改意思，根本无法度教化。这个死刑犯黄仁凯伏法被枪决，毋若是热清地政府就任的头一个人，更加是法务部长郑明谦所签准的头一件死刑的案件。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